赎金，应当赎金。阿门。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我们为今天的聚会献上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里专心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温柔的心，愿意顺服你的引导，彼此扶持，互相建造，使我们成为生命荣耀你的见证。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上，恳求你亲自掌管，使一切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唱心灵粮诗选第21首，神啊，我要赞美你。我们从头到尾唱2次。请起立。神啊，我要赞美你，但必属你，是你所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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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也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神啊，我要赞美你，是你所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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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不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来翻开诗篇第146篇，在旧约的第669页的起英文，由诗会来起，会众来应。
诗篇第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一起，我们赞美耶和华。公祷，我们一起为普世社会祷告。我们为中美国家玻利维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到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永和天恩堂徐志强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为近来国际间不断升温，特别为南北韩升温的紧张情势及现在在战火当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我们为求主赐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开启家中尚未认识耶稣的亲人们的心，让家人能有机会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我们起来同诵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生道理。接下来我们请苏品纯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路得记第1章1至18节。路得记第1章1至18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2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2个儿子。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2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2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2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2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和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要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得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11至14节。希伯来书第9章11至14节。11节起，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由我攻读马可福音第12章28至34节。马可福音第12章28至34，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呢？”耶稣回答：“第一就是耶和华，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献诗的曲目是《主若是》。
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愿每位弟兄姐妹能够透过这首歌与主紧紧爱连结。接下来我们请本堂的陈伟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与上帝国更靠近。我们请陈牧师。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各位，像不像一首情歌？有人说，上帝的话，圣经好像是上帝写给人的一个情书一样。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是有丰富情感的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人也是丰富情感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丰富的情感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有人说我不会祷告，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像这些的诗歌一样那么样的赞美，那么我们就用这些的歌词来代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常常有人会问我说，你们那个阿们是跟人家外面那个念佛号是一样的吗？我说不是阿们是我的诚心所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一些圣诗里面常常会用阿们放在里面，或者是在台语的圣诗里面会有阿们放在诗歌的后面，它其实这就是我的祷告。昨天在帮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上受洗课程的时候，特别也提醒这个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多一些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误会。所以教会里面的术语，其实我们要多能够了解跟认识，并且要能够跟人家解释，让人家可以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能够肯定跟愿意确定跟人家是一样的这样感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歌词里面的时候，这么样的美好，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诗歌就是有韵律的祷告。当我们讲不出来，或者是说不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透过诗歌来敬拜跟赞美上帝。愿上帝带领我们。好，所以开始前也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11月17号是我们的户外礼拜那一天我们全部都要到这个外面去做礼拜，所以高雄荣光堂的教会我们就要到这个玉井那边去聚会了。所以这个会堂会空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请尽快的报名。我们现在已经据说已经将近有到130位了那游览车已经请了3台了所以请大家尽量的能够来参与跟参加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坐得上车。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加车辆，没有关系。但是请弟兄姐妹务必一定要尽快跟办公室来报名，让我们都可以能够到野外的地方，能够在那边跟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的福音朋友、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那里在户外的地方，在那里唱诗、赞美、祷告上帝愿上帝来带领。那我们的崇拜执事也有很好的规划，下午的时间也会到一个别的地方去做一些的游览那请大家就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一天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出游跟户外礼拜的时间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那里有美好的一个团契的时间愿上帝来祝福。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当天来祷告，求上帝让整个活动还有设备器械所有的安排都能够进行顺利愿上帝的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上帝的情书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可以这样祷告，让上帝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有断章取义我们一定要读上下文，要整个文章能够来读起来，这样才不会出错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个是以前一个媒人他要去说媒的时候丢的一封这个推荐信好，那
比较正常的一个解释应该是像上面那个身高1.8米，年收入20万，人老实，话不多，对不对？好，但是点错的时候会变成什么？身高1米，8年收入20万，人老，实话不多。所以逗点逗错了是很有问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圣经也是这样，千万不要读错了。很多时候，当我们断章取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记得，如果你读不懂，或者是你无法了解的时候，请你要来问你的小组长，或是问你的主日学老师，或是来问牧师都可以让我们可以能够把上帝的话读懂读通。因为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上帝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那个一点那个点错了就是错了上帝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一个行为，一个敬虔的行动，叫做献祭。好，所以很多人以为说那献祭是旧约的事情，我们新约好像不用献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来做礼拜，正是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来献什么祭？我们来献上感恩、感谢和赞美的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新约没有献祭。新约的献祭，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献上这个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以外，真正我们要来到礼拜堂的祭，就是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所以，当我们没有带着感谢和赞美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好像我们空手的来到上帝面前一样，好像我们空空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在献祭的当中，也是将我们这个人全然的献上。所以，圣经里面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人只有圣洁，才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所以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说，圣洁是联合的通道。所以，只有人跟上帝之间要能够联系，在献祭的当中，那个是人跟上帝连结的地方。所以，你来到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或是人家告诉你说来教会来看看我们的活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来教会不是看活动，来教会不是参加一个活动，或是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聚会。来教会里面是与上帝连结。如果你来教会里面找不到上帝的时候，那很可惜，你没有办法跟上帝有美好的连结。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说我去过教会但是没有感觉，因为没有跟上帝连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给人，千万不是只有告诉他说，请你来教会参加我们的活动。来教会参加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来教会是要做什么？是要让我们跟上帝有连结，有美好的关系，恢复跟上帝美好的关系。所以福音不要只有讲一半，福音应该是我们要讲清楚，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有美好的连结，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也是透过这样来与上帝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说，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在献祭的当中，献祭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献上，在旧约的时候要献上燔祭，要献上这些的祭物是很重要的。然而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是，上帝在律法中透过摩西提醒这样的事情。在申命记29章的9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能够亨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你凡事亨通顺利，那么我们应当要常常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这句话的反面，就是没有凡事亨通。如果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凡事亨通，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来遵守上帝的律法。好，那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提到说上帝的律法，很多人看到这个一本厚厚的圣经，恐怕就台语讲叫做得端，知道吗？什么叫得端，知道吗？这本怎么看得完？对不对？
好，怎么看得完这一本书？怎么能够了解上帝的话是什么？好，各位千万不要以为稀奇，因为犹太人比我们更可怜。犹太人他们在律法上面，除了十诫以外，他们要遵守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据说他们需要遵守673条的诫命，而且那个都是从十诫里面去编化演化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小的诫命，你说遵守哪一条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今天耶稣在被这个文士来这个询问的时候，耶稣要这样来回答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教会告诉你说你要遵守600多条的诫命的时候，你真的不晓得哪一天你会不会犯到哪一条了，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在买早餐给师母吃的时候，我正在骑摩托车在光华路上面，然后很奇怪，我明明看到红灯了，但是我就骑过去了，我心里想说，奇怪，我应该红灯我是要停下来，我怎么会骑过去呢？当然下一个红灯我就停下来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犯了哪一条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谁能够去保证哪一个人可以遵守那个600多条的诫命，都一条都不犯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那么样的完全，没有人能够那么样的美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里面，这个文士来问耶稣什么事情。2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8节，一起念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好，那个括号就是原来没有那个字啊。好，但是呢，加上这个字，其实会比较容易了解那个意思。好，这个文士来问耶稣说：这个600多条里面的诫命当中，哪一条才是最要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说这一条很要紧，又有人会告诉你另外一条很要紧。所以600多条的诫命里面，哪一条才是最重要要去遵守的？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那个遵守一条就可以应100条呢？我记得我在这个嘉义牧会的时候，嘉义以前我们本来有一个布道所叫蓝潭布道所啊，那时候是一个刚毕业的那个传道去那边牧养，然后他在那边牧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设下的一个规定就是你要上完108课，你才可以受洗。所以有一天这个传道被调离开，回到他的家乡去的时候，那我去接手嘉义卫理堂，然后附带的也带了这个蓝潭的布道所，所以我去发圣餐礼拜的时候，像今天这样去发圣餐礼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说：牧师啊，以前我们的传道说要上完108课才可以受洗啊。我说好像卫理公会没有这个规定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去要求要上完108课才可以受洗。好，所以最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亲爱的弟兄，其实你只要上1课就好了。好，那一课是什么？信心的功课。你信吗？圣经里面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你信吗？你信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上很多的课程啊，上很多，当然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要请你们一定要上成人主日学哈，千万不要这个望文生义说我没有叫你们上成人主日学，请一定要上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受洗不用上108课，其实只要1课就好了，就是你有没有信耶稣？你愿意相信耶稣吗？当你愿意信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用上108课，圣经里面只有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108课就是我们人为的，但是真正我们要去上的只有1课信心的功课。亚伯拉罕应该没有上过108课吧，各位？对，亚伯拉罕只有1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亚伯拉罕他说，上帝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算他为义。所以其实只有1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当然进入信心里面之后，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所以还是再一次强调，一定要上成人主日学千万不要忽略成人主日学的重要性好，所以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显出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只有看到马可福音的这一段。如果你有机会翻到马太福音同样的这一段记载的时候，你会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说，这个文士他想要来试探耶稣。很多人以为好像外表很敬虔的来问一些问题，事实上他是带着目的性的。各位知道那个在台语圣经里面，刚刚的那一节圣经里面，他说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各位知道台语圣经里面那个回答的好，他写什么知道吗？一高引，听得懂意思吗？一高引，他很会应答，所以他做什么？他就要去试试看，他真的那么厉害吗？好，所以有很多人他就是来试试看，我看看老师你会不会，我看看牧师你会不会答得出来我问这些问题，看看你能不能够说出他一个缘由。你知道，其实有时候牧师去小组里面也常常会胆战心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也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但是我通常都会讲一个事情，我说谢谢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现在找不到答案，但是等我找到答案，我下个礼拜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我们也需要去不断的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习是一件非常长久的事情，我们不断的每一天都要学习新的功课。所以属灵的骄傲跟自义能够表明人心中有多么多的诡计。有很多人他要来问耶稣，其实是有试探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文士。我们来看一下2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29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好，这一节圣经在哪个地方出现？在这个叫做 Shema。Shema 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你要听。好，这个记载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圣经里面的先看这边，申命记6章4到5节的地方特别提到的这一段的圣经，他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所以这一串的这个看起来像蚯蚓的这一串字叫做 Shema Israel， 就是你要听以色列以色列你要听，要听什么？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好，所以 Shema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叫做信仰告白。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信仰告白是什么？就是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一段。好，但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告白是什么？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好，这段经文里面写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爱，守再多条的诫命都会有破绽。听得懂我要讲的意思吗？如果没有爱的时候，守再多条的诫命都会有破绽，因为不是真心的想要这样去做的。好，所以耶稣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那个尽是什么？用全部的，你的身心灵全部都要投入在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爱上帝有没有像这样说？我全然的投入在那个地方。当我做礼拜的时候，我全然的投入，而不是看手机。当我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亲近上帝，而不是好像心思意念跑到别的地方。下午跟太太去吃个牛排好了，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安静的教堂里，但是我们的心却好像在食堂里面一样的嘈杂。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好，所以刚刚提到这一节的圣经，在申命记的6章4到5节，就是 Shema Israel， 意思就是你要听 Shema， 要听。好，另外第二个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在利未记19章的18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节的整段的经文。好，所以耶稣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31节我们来念一下31节一起念来。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其实只有这2条诫命是最大的，叫做爱上帝跟爱人。
如果你爱上帝的时候，你不会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守住全部的律法。如果你爱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伤害人的事情，你就不会去做违背这个律法上面对人的部分的对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旧约圣经是从十诫里面去变化出来的，很多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所提到的爱上帝跟爱人都在十诫的里面。所以十诫是一个很大略的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所以很多人在挑毛病，挑什么毛病？我怎么样去不去碰到这个不对的事情啊？我怎么样去这个谨慎的去处理这些的事情？所以以前的这些法利赛人或甚至文士，他们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各位知道，耶稣曾经指责他们什么？他们好像粉饰的墙一样。你知道他们在1/10奉献1/10的时候，他们精算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今天去买了1袋绿豆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奉献1/10，所以开始算绿豆。绿豆1/10送给上帝，其他我自己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这么精算的话，万一少了一颗多了一颗，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守全所有的律法，但是只有爱上帝跟爱人，你才能完全那个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未记的原文，利未记19章的这个圣经里面，他特别提到什么？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所以这2条诫命，耶稣说是第一要紧，而且是最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很多人说教会里面要遵守什么规定、什么规定、什么规定，其实只有2条，一个是什么？爱上帝，一个是爱人。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很简单的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上帝，这个时候正在做礼拜的时候，你会拿起你的手机来看，哦，我的女朋友现在传讯息给我。你这时候是爱上帝的时候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上帝，那么你就应该会把那个手机自然的放下，因为我这个时候要亲近上帝。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也是，我们用同样的例子，如果今天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交往现在当我没有女朋友了，我有太太，对不对？好，那我有太太的话，除了她以外，我不可以有别的女人。如果今天，我传信息给某某女生，我好喜欢她，长得很漂亮，那就是什么？我就伤害了我的太太了。所以，为什么叫做爱才完全的律法？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要守什么守什么我要早上买早餐给我太太吃，表达我的爱很好。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我的爱很好。但是，这样就完全了吗？如果我没有爱我的太太，我就算每天买早餐给她吃，还是一样不是爱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个道，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各位知道什么叫差不多的基督徒，知道吗？如果你听到他陈述的内容，你会发现非常的惊讶。他说，这个差不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如果有2堂，他一定做2堂礼拜。每个礼拜他都一定来奉献，而且11奉献一定照常。然后他参加小组聚会，他也这个热心教会的事工，然后他也去去帮助需要的人，他也去照着教会的要求规定，每天读圣经祷告。但是，他还是差不多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说，这个怎么要求这么严格？他怎么还是差不多的基督徒？我们恐怕连1/10都奉献不出来，他连1/10都出来了，然后还热心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小组聚会，还带聚会，他怎么会是差不多的基督徒呢？约翰卫斯理说，这个人少了一件。各位记得上次牧师讲过，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有没有？耶稣跟他讲说，你还少了一件。知道他少了哪一件吗？知道他少了哪一件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卫斯理说，这个差不多的基督徒少的那一件就是爱上帝、爱人。你不爱上帝，你一样可以来做礼拜，
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在讲假话。你不爱上帝，你一样可以来做礼拜。去年我去圣光神学院讲道的时候，我跟这些神学生各位将来未来要当牧师的人，我问他们说：你们喜欢做礼拜吗？你知道很多人都愣住，为什么？我说：如果你不喜欢做礼拜，那么你的弟兄姐妹也不喜欢做礼拜。你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牧师不喜欢做礼拜，那么弟兄姐妹怎么会喜欢做礼拜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觉得来做礼拜是一件重担，我如果来做礼拜是一个压力，我如果来做礼拜不是释放，那么我来做礼拜，并不是真的来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要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常常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以每一次我都要做的决定，是不是能够荣耀上帝，有没有能够让人得到帮助，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包括我们要去选择的职业，包括我们要去选择的工作。所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或是社青，或者是你要去未来要去就业、要去选择你的工作的人，都要去记得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在我的工作上面能够荣耀上帝，能够对人有帮助，能够爱人？如果我的工作不能够爱上帝，不能够爱人的时候，那么我就要很小心跟谨慎了，我就不应当去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相当的诡谲多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将近大概快20年前的事情。在我还在马祖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阿兵哥，他回来到台湾，他在台湾要找工作的时候，他本来要去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的，他马上去碰到一件事情，那个公司的老板跟他面试的时候，马上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好？你跟我好的话，我就把这个位置给你。各位知道那个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也许我们那个弟兄长得非常的俊美、帅气啊。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长得很俊美、很帅气，差一点也被他老板娘给吃掉了。那个人是谁知道吗？约瑟，对不对？好，也许我那个弟兄也是像这样。你知道他里面有了一个冲突跟抉择，就是我如果跟我的老板好上了，我可以少奋斗20年。但是如果我拒绝他，我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所以这个弟兄他在那样的挣扎当中，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他说他在那个挣扎当中，他做了一个祷告：上帝啊，帮助我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所以他后来告诉他的这个老板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应当要照上帝的话去做，所以我拒绝你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老板还恐吓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方式，我一定在同一行当中封杀你惨了。这个弟兄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回头，他仍然坚持他的信仰。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是疼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这个弟兄后来他去的公司是他去原来找的那个公司的 double 的薪资，而且还有更好的工作职位。虽然他在某个地方损失了，但是他因着信靠上帝，上帝让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选择的工作职务是不是以荣耀上帝跟造福他人为目的呢？还是只是为了我自己好就好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选择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以荣耀上帝跟造福人为目标。好，所以耶稣看到这个人回答得很好，所以耶稣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32到33节一起念来。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的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第一张图片祭祀献祭，比献祭好得多的是什么？是当你能够爱上帝跟爱人的时候，你就完全了那个律法，
甚至比献祭更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位。刚提到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基督教信仰为什么那么样的狭隘？为什么基督教信仰都只能够拜一位上帝？对的，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只有一位，单单的爱他。就像我只有一个太太，我单单的爱我的太太是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独一是很霸道的，独一是好像是很这个不通融的，很多关系是独一的，不能跟别人分享的。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独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就会当基督徒，不会的。不是因为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你就变成基督徒了，也不是的。只有什么？只有你跟上帝之间有那个关系。所以各位知道，在这个长老教会，他们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上帝有囝无孙，听得懂意思吗？上帝有儿子，没有孙子。每一个人都跟上帝建立那个独特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别人，所以我才有那个关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这在教会里面遵守的只有这2条诫命。好，所以福音的真理如果不能有爱出来，那么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如果爱没有福音的真理，就没有活的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的，不是那个没有根的。但是我们能够生出爱出来。如果没有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给人的。如果你里面没有爱，那么你说要爱上帝是很困难的。如果你里面没有爱，你要去爱人是很困难的。好，所以耶稣见他回答的好，我们来看一下3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34节。耶稣说什么？一起念来。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很多人听到这个话很害怕，因为贴在电线杆上面，天国近了，要悔改。好，但是这个话是什么？耶稣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意思是什么？你离上帝很接近了，你跟上帝很靠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来教会里面做什么？你就是要来靠近上帝的，你要亲近上帝的。所以爱上帝跟爱人，你就跟上帝很接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教会里面不是为了爱上帝跟爱人的话，恐怕你今天早上来是白跑一趟的。今天早上来，你有没有爱上帝？跟上帝有美好的亲近？你有没有爱人？当你看到有人需要服侍的时候，我可以来服侍他。上帝帮助我们离上帝的国不远，是因为我们跟上帝很靠近。今天如果上帝的国没有上帝的时候，那就不是上帝的国了。好，所以越懂神学的人越是要谦卑的，因为他越认识这位上帝，就越认识自己是卑微微不足道的，口里发出的不是夸耀，而是颂赞。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懂上帝，越认识上帝，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我们能够越爱上帝，不是夸耀自己，而是能够荣耀上帝。好，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并不是代表我们比别人好，而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基督徒是蒙恩典的记号，所以唯有你蒙了恩，你才有办法去给别人这样的恩典。你能够有爱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我要放弃了，不要这样子。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让那个爱的源头充满你。唯有让爱充满的时候，你才能有爱去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是给不了人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爱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爱上帝就不会做得罪上帝的事情。如果今天你爱上帝的时候，得罪上帝的事情，你一样都不会碰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如果今天这个事情不能荣耀上帝，那么我就不这样去做。所以很多的人认为说他们拥有爱，但是他们的爱不能持续，并且不能够终到最后，因为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爱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常常爱上帝爱到一半。然而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他说：我们纵然失信，
但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即使我们的爱不够，上帝也会将他的丰富的爱赏赐我们。如果你希望能够爱上帝，那么只有让上帝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所以教会的卓越，教会的好，不是因为人数，而是因为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团体。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上帝、爱人才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如果这个团体没有爱上帝，没有爱人，那它就不是一个圣洁的团体。第二个，爱人就不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起贪心，很多的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去爱人的时候，这一切就完全了。这一切就完全了。所以爱才能够完全律法。怜悯人的行为必须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只有满满的爱，你才能够去爱人。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先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能够爱他，还有去爱别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爱不够，请你跟上帝祷告，让爱充满你，以至于你能够去爱上帝跟爱人。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在罗马书13章的这个经文里面，13章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完全律法，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爱上帝、爱人。当你爱上帝，你不会做上帝不喜悦的；你爱人，就不会去做人会让人受伤的事情。所以爱上帝跟爱人就是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诫命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爱上帝跟爱人。如果我们爱上帝的原因是因为了爱自己，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哇，我希望被人家肯定赞美，被人家看到我有在做些什么，那么就是爱自己。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上帝。让我们的爱是出于那个爱神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要让人看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过生活来荣耀他。我们能够把自己过得好，也是荣耀上帝。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有一个人他这样说，他说上帝有2个住处，一个在天堂，一个在温顺跟感激的心里面。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不但在天堂，也在心里面。如果我们爱上帝、爱人的话，那么我们除了感谢那位在天上的上帝，让我们也能够顺服跟温顺的，用感激的心来服侍人，让人因我们能够蒙福。愿上帝带领我们，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来到教会里，不是只是参加一个活动，让我们学习在教会里爱上帝、爱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完全，有时候我们爱不下去，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许多的困难跟挑战，包括对人也是这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满有你的爱，即使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即使在面对苦难跟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跟持续不断，用你的爱来爱上帝跟爱人。愿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爱神、爱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学习。接下来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我们会众请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卫理公会每个月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每个月的第一个开始，让我们就以这个圣餐礼拜来开始，重新调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搞错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常用很多上帝的话来攻击、跟批评或是论断人，包括站在台上的这个也是一样。所以曾经有弟兄姐妹提醒我说：“牧师，如果在圣餐礼拜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们有一个认罪跟反省的时刻，这是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认罪反省不是等一下念祷文的时候，而是我们现在就正在进行。我们需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来认罪跟悔改，祈求上帝的饶恕跟赦免。我们可能在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都有去伤害到别人，不小心去弄伤了人。记得刚刚的律法当中、诫命当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爱上帝跟爱人。我们会去注意到，也许我们会去讲话伤到了别人，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注意，我们有时候讲话也伤到了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批评跟论断人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在批评跟论断上帝的创造。所以愿上帝怜悯跟饶恕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肯定跟赞美跟鼓励人，而不是去批评跟论断人。当然牧师不能够要求弟兄姐妹都要轮流上台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个恐怕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座位上，你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知道你跟上帝有什么样的一个中间有什么 bug， 或者是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在。也许你会恨上帝，可能你没有察觉。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让我们重新的在上帝面前告诉上帝，求上帝来饶恕跟赦免。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接受上帝的安排，有时候我们不接受上帝的带领，包括我们对人也是一样。昨天在上这个受洗班的时候，我跟这些年轻孩子们讲说，如果你能够成功，不是你的成功，是很多人帮助你成功。因为也有很多人可以从中作梗，让你失败，所以你可以成功，是很多人帮你成功的。所以你要感谢你身边的人，他们让你成功。亲爱的弟兄姐妹，11月有很多人我要先澄清11月有很多人以为是万圣节，我们教会不过万圣节的。11月有一个最重要的节日，教会在过的是感恩节，让我们跟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以感谢人当作我们肯定跟称赞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荣耀上帝，跟使人得祝福，以这个为目标。愿上帝带领我们。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
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让我们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因为有弟兄姐妹的爱心提醒，他说：牧师，你讲话讲太多了，可能口水会喷到饼跟杯，所以你看我都一直不敢打开。好，所以大家会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领到饼跟杯。好，重点是这是纪念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刻。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再等一下领圣餐的时候，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用你的灵来领圣餐。虽然你目前还没有办法，如果你已经受洗，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宗派跟哪一个教会受洗聚会，今天你来到高雄荣光堂，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跟杯。请我们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我先给你们，然后你再发。2楼。
的墙是邵文兄。等一下，没关系，慢慢来。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就可以从中间走道进来，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的年轻人会帮大家喷上酒精，让大家可以在安全的状态下能够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就近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惠。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掉下去了，掉在地上或是掉在杯里，不要用手去捞哈，我们会再给你一份新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仍然可以来领这个圣餐，在你的心灵里面领，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来领受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在4楼的弟兄姐妹可以到3楼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能够一起用这个饼，一起使用一个杯，表达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独一的群体，我们不是分别的。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宗派，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宗派。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实体上领受，在心灵里面也领受。在线上，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前来领圣餐的，一样让我们能够把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领受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透过耶稣的牺牲，我们现在能够就近到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虚的忏悔，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果你已经领完了，就请回到你的座位上，让我们在那里思想，我们是不是有爱上帝跟爱人？如果没有，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并且重新让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图妈妈后面。还有没有还没有领到的弟兄姐妹？好，如果还没有领到，请举一下手好吗？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领到这个饼跟杯哈，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救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的圣餐礼到这里。会众请起立，我们唱《与主合一》新娘诗选第2段。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想追我乃一时，却想烛火，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会众请坐。我们请诗献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愿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在信仰中常常与主爱紧紧相连。愿我们的生活中爱人如己，与人和睦，时时荣耀我们的神。现在我们满怀感谢，来到你面前，为今天的奉献献上祷告，感谢你丰富的供应，让我们拥有所需，也赐我们机会能将所得的甘心乐意献给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会众请坐。很高兴我们今天有2位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第一位是刘凯荣先生，请问在2楼，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第2位是曾建刚先生，在你好，好，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
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起立，彼此拱手问安。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谢谢大家，请坐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教会消息报告。本周为圣餐主日，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今天本堂的记忆会会在11月9号下个礼拜六，应该说这个礼拜六下午1点半201教室召开。那同时间呢，下午3点会召开执事会，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总会的教育委员会会在11月9号，一样是11月9号星期六上午10点，会在高雄卫理堂会举办圣乐的研习营。已经报名参加的人务必准时到场。教会在圣诞主日12月22号预备受洗转入礼，若还有愿意受洗或转入本会籍的弟兄姐妹，向办公室报名。那么牧师会在周六上午或下午以及主日崇拜后11点半在205教室上洗礼前的课程。那么很高兴我们11月17会举办教会的户外礼拜，那地点在台南玉井加利利祈祷院，我相信有些弟兄有去过，那环境非常优美。那还可以钓鱼、游泳。如果这个天气你还觉得你想要游泳的话，也欢迎带那个泳裤、泳衣前往。他们说那个当地那个里长都每天都会去那边游泳。我想这个天气应该是还好。那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那么11月17一样户外礼拜的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感恩见证。那台语堂2位，华语堂3位，若有意愿的话，请向办公室或是牧师报名。11月23号在上午10点，南教区的社管讲座，从儿少看见我们的爱与责任，地点在本堂龙光堂，免费报名，那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卫理公会的总会建造宣教有宣教大楼的奉献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为了宣教大楼奉献。那请为总会有宣教大楼及更好的宣教使用来祷告。那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祷告，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新周四的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那么11月份的家庭祭坛材料已经寄到各群组了，那大家相信都有看到。那因为少量纸本资料会在招待桌，请欢迎大家取用。那最后是我们今年的报税年度的捐赠证明改用电子申报，不再用纸本了。那
麻烦各位弟兄姐妹到办公室登记你的身份证字号，那么就可以由总会直接转报到国税局，请弟兄姐妹知道一下哈，或是去登记。那么这期消息我们持续为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这边就不一一列举啊。我们牧师还有要补充报告吗？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的报告。那我们今年是我们的教会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牧养家庭，能够建立家庭的祭坛。那我相信每个月如果大家都有注意到群组里面或者是招待桌上面都会有这个家庭礼拜的一个范本。好，那跟大家说明，我们的范本只发行到12月今年整年度结束12月。好，所以请大家能够来谨慎来使用。那不是说这样就以后就没有家庭礼拜，不是，是我们请大家自己可以在家庭里面能够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间。每一天我都跟师母每天晚上我们2个人，但是我们也一起有这样的祷告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最少1个月也能够有1次，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让我们的家里面有上帝的话在这当中。那明年我们的教会的目标，期待我们都能够人人能够有机会参与服事。那特别明年我们是60周年，那希望我们的教会60岁以后，我们可以有更多跟更好的一个发展跟扩展。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再生一个孩子的话是最好的。目前我们只有1间凤山的教会，那希望我们能够在60岁以后，我们的教会可以再多生几个孩子出来，让遍地都能够有上帝的家在那个地方，愿上帝来祝福。好，那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的意愿的话，也可以开始为这个方向来祷告。我们等一下中午的时间也会有受洗班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就是还没有上课的或者是你有意愿要受洗还没有上完课程的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受洗班的课程，但是前面的需要补课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准时来参加。那我们明年会有一个这个绿本门徒的开课，我们有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那个我们有4个本，红本、绿本、紫本、金本所以我们红本上完的才可以上绿本、紫本跟金本所以欢迎弟兄姐妹先来跟牧师报名。如果你已经上过红本门徒的，那我们欢迎明年可以来挑战这个绿本门徒，一样会将近有9个月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研读上帝的话，来做主的门徒以上，谢谢。好，谢谢牧师的补充报告。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将满满的爱浇灌我们，好让我们里面有充足的爱，能够来爱上帝跟爱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使上帝得荣耀，使人得益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代祷。